佮传出到一个得到武汉肺炎的个案，即嘛互总是伫第一线坐镇的指挥卫福部的部长陈时中挡袂牢真艰苦流目屎。陈时中带领团队努力守护台湾，那3号暗时亲身去现场，伫机场看台上一直到半暝啊，4号一透早又佮出现伫记者会，会使讲规暝拢无困哦，就连讲话时阵拢变哨声，看伫网友的目睭内，感觉真唔甘。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较真的消息还未宣布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就雄话讲袂出来。现场真严静，陈时中赶紧把麦克摕互别人换人来讲，外场的工作人员嘛赶紧把米仔纸摕过去。这种新的游客是上来。记者会顶的陈时中一直七目屎，情绪真激动。抱歉哈，在情绪控管没有做好。那不过总是大家就觉得，对不对？同仁达他这么努力，就惊武汉肺炎的疫情拖开，陈时中逐工拢伫指挥中心指挥，若有上新的状况，就随调开记者会。干那测试即天，为早起8点半到下暗8点，就开3场的记者会。中午该开会掌握各种的状况，若吵甲若后哨声，目睭嘛强要闭袂开，网友看到拢就唔甘的。在第一个时间听到，当然都很沮丧。好，那不过这也是我们带他们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免有一些病人留在武汉，在比较不好的医疗环境里面，那又很可能会丧失了宝贵的性命。佮甘爱讲，之前陈时中佮亲身伫机场检视台上登来台湾，一直到半暝啊，隔2天佮真早就起来，根本就无啥困。部长好像已经一夜没有睡觉了。台北长现在的精神比上午还要好了。期考出身的陈时中，2017年接卫福部长，结果就随拄着武汉肺炎，为着要互国内防疫出问题，伊带领团队拼死守护台湾，守护民众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